As I 講過啦，我唔同一般嗰啲女人㗎，唔係淨係話 just for fun 嘅，我係想要一啲真係好 take care 我，好明白我嗰啲咯。唔啱我會 say no 㗎，我唔想我唔中意，但係 express 咁多 interest 咯。其實我對自己都仲有少少自信心㗎，我覺得我可以 deserve 更加好嘅嘢，我係值得被真心對待㗎。好在都俾我揾到佢，佢就係美麗華旅遊啦。行程豐富得嚟，領隊又夠細心。Wow， 我覺得佢真係好好咯，係咯。中國風景四季宜人，昆明麗江6天豪華團，暢遊九鄉自然風景區，坐吊車穿梭雲杉坪，欣賞玉龍雪山，嘗盡各地風味宴，好似宜良烤鴨、紅鱒魚宴夠晒特色。連續2晚入住麗江金虎大酒店，極具江南氣派，每位只需3799蚊起。想體驗粵式嘅熱帶風情，不如去胡志明市啦！越南胡志明市4天團，帶你暢遊熱帶雨林沼澤，喺河上任食時令熱帶水果，攤盡越南地道佳肴，好似有粵式生牛河同地道法國餐，個個食完都大讚 like 啊！連續3晚入住國際5星級嘅酒店，每位只需4799蚊起。葡萄牙、西班牙11天團，帶你暢遊里斯本、馬德里、巴塞隆拿等多個城市，參觀宏偉壯觀嘅聖家族大教堂以及歸義公園，走入中世紀杜麗多古城，欣賞名畫。中意食嘅朋友仲可以品嚐黑毛豬火腿同正宗葡撻添，每位只需11999蚊起。地中海郵輪神曲號10日7夜嘅歐洲海上假期，暢遊意大利、希臘、土耳其以及克羅地亞等國家，每位只需12099蚊起。想快人一步去迎接夏天嘅來臨，不如去馬來西亞嘅度假天堂沙巴嚟個下水禮啦！遠離煩囂，望住碧海藍天嘅海灣，真係夠晒寫意。3日2夜自由行套票，連2晚住宿包來回機票，每位只需3090蚊起。若果要了解更多旅行團、機票、酒店、自由行詳情同報名，可以打旅行團以及郵輪報名熱線82002299，自由行熱線39600333，又或者去到我哋各大分行查詢。